大家好，我係蔡偉雄。如果大家都喜歡我製作嘅玄學片段啦，希望大家都會 like 同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。亦都可以分享我嘅片段俾你嘅好朋友㗎。嚟到丙午晚年屬羊嘅朋友喺12生肖排行榜裏邊排第2位啊！今年得到合太歲嘅幫助咧，人緣運非常之好啊！加上太陽同埋天空吉星嘅幫助啦，喺工作上面多貴人提拔啊！再加上金魚吉星嘅幫助咧，有君子得財嘅意思啊！雖然吉星幫助，但係切勿忽略空星嘅影響啊！受到黃番空星嘅影響啦，做事容易會失魂落魄，工作壓力倍增啊！再加上對宮嘅暴敗空星影響啦，錢財方面容易會大上大落啊！記住啦，一定要好天收埋落雨柴啊！喺工作方面，屬羊嘅朋友今年運勢相當唔錯啊！受到太陽吉星嘅幫助啊，貴人多提拔啊！如果要向外發展或者係做國際貿易嘅朋友咧，運程更加理想添啊！加上天空吉星嘅幫助，如果做創作嘅朋友咧，靈感仲滔滔不絕添啊！但係咧，唔好因為吉星嘅幫助咧而忽略空星嘅影響啊！受到黃番同埋彭安空星嘅影響啊，做事容易會失魂落魄啊！如果屬羊嘅朋友諗住今年會去轉工嘅話咧，過程必定會不順啊！新一年咧，不宜輕舉妄動啊！做什麼都好啦，都有周詳嘅計劃先好去行動啊！喺財運方面，屬羊嘅朋友今年嘅運程都相當唔錯啊！得到太陽吉星嘅幫助啦，可以得到男客戶嘅支持啊！再加上太歲相合啊，可以憑個人嘅網絡開拓外地嘅新市場啊，增加自己嘅收入啊！加上天空吉星嘅幫助啦，如果做創作嘅朋友咧，靈感滔滔不絕啊，運勢相當唔錯㗎。雖然有吉星嘅幫助啫，切勿忽略對宮嘅空星影響啊！受到暴敗空星嘅影響咧，錢財容易會大上大落啊！再加上對宮有火天厄空星喺度啊，提防會有失預算嘅情況發生啊！如果到外地工作嘅話咧，一定要睇清楚法律上嘅文件啊，以防日後有金錢上面嘅糾紛啊！喺感情方面，今年得到太歲相合嘅幫助，所以人緣運相當唔錯啊，有機會識到新嘅朋友啊。加上太陽吉星嘅幫助啦，如果係出外旅遊嘅話咧，亦都有機會識到新嘅外地朋友㗎。但呢啲都係只屬於人緣上面嘅交流啊，唔係戀愛嘅模式啊。始終今年冇桃花星飛臨命宮啊，所以喺戀愛方面唔好急進啊。最後受到天空吉星嘅影響啊，喺網絡世界容易會識到新嘅朋友啊。但係小心啊，容易會受到欺騙啊，尤其是喺金錢方面啊，應該先保持朋友關係，互相了解，再作出一步新嘅發展啊。至於健康方面，屬羊嘅朋友因為今年有太歲相合啊，所以應酬方面特別多啊，體重容易會暴升啊，要注意下自己飲食均衡啊，尤其是有三高嘅朋友更加要注意啊。